大家好，我係 Vincent。知道大家好中意做腹部訓練啦，咁我哋今日就用啞鈴嚟做一個塔巴達，希望大家中意。係喎，如果屋企冇啞鈴嘅話，可以用水樽代替㗎。3, 2, 1。一個動作咧就係俄羅斯轉體，主要訓練我哋嘅腹外斜肌。咁今次我哋做呢個版本咧係雙腳掂地嘅。咁利用啞鈴嚟增加訓練時肌肉嘅刺激啦。咁身體斜到越斜咧就會越難。咁注意呼吸啦。咁每個動作就會做20秒，休息10秒。1 Rest。3, 2, 1。第二個動作係側平板上落，主要訓練腹外斜肌同腹橫肌。首先我哋做一個側平板姿勢，將啞鈴放喺腰嘅中間，咁上方嘅手就扶住啞鈴。訓練嘅時候感受近地面嘅側腹收緊先至係正確。咁做嘅時候保持呼吸，慢上慢落。1 Rest。3, 2, 1。第三個動作係負重側平板，主要訓練腹外斜肌同腹橫肌。咁做嘅時候就盡量將身體連成一直線，利用前臂成隻手嘅力量去支撐身體。咁就注意穩定身體，注意呼吸。3, 2, 1 Rest。3, 2, 1。第四個動作係體側屈，主要訓練腹外斜肌。做嘅時候單手攞住啞鈴，另一隻手放喺頭部，下身固定，左右擺動身體。訓練嘅部位就係冇揸啞鈴嗰邊，咁腹部有收緊及拉長嘅感覺，咁就注意呼吸。 2, 1 Rest。3, 2, 1。第五個動作係負重捲腹，主要訓練腹直肌。首先雙腳屈曲，臀部微微抬起，攞起啞鈴，雙手近乎伸直，每次用腹嘅力量向上推，上呼落吸，注意就唔好用太多下背嘅力量。 3, 2, 1 Rest。3, 2, 1。跟住落嚟嘅動作就會重複第2、3、4嘅動作嘅另一邊，加油啊！3, 2, 1 Rest。3, 2, 1 3, 2, 1 Rest。3, 2, 1 5, 4, 3, 2, 1 Rest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可以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下次見。